已经连续举办第6届公共工程品质评鉴，今年由各机关所推荐的31件作品当中，计有20件获奖，包括3件得优、优等8件以及佳作9件，会让看出每一档参赛件数甲得奖的品质拢一直提升。在何地优雅乐团演奏声中，其中委托嘛亲自到场颁发3件得优。包括嘉木局的三亚溪万大桥改建工程、水利局的希湾抽水站，以及教育局的阳明国小农具校舍拆除重建工程。业外的新闻报道在报道说什么豆腐渣工程啊，什么没有装钢筋啊，所以这个堤防倒掉了啊，所以其实有些都是不是很精确的一个描述，但公共工程其实坦白讲，它的 CP 值要更高，品质要更精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自己觉得不错的也参加全国的评比。那不管是参加金安奖或是金质奖，其实每年获奖的件数都越来越多，所以充分证明了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这个台南市境内的一个评比获肯定，拿到全国的平台也获得肯定。台市的公共工程透过良性的竞争，对啦提升品质，更要紧的要让市民享受安全、舒适和永续的公共设施。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